呢種隨心隨性嘅做派咧，真係好鬼藝術家。呢餐5個人，但係唔使我埋單。大家好，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莊連 Theo。今日呢間店咧，其實算係易拆噶啦，飯店。機緣巧合之下，通過好朋友 Ben 哥嘅生日飯局，喺上一年認識咗十分熱愛烹飪同埋美食嘅攝影界 OG 蔣家華。之前咧，佢仲開咗一間名叫 M Space 嘅展廳兼私房菜。後來佢仲不務正業咁開埋呢間餐廳添。鋪頭入邊咧，仲放住唔少佢嘅攝影作品嘅，其中不乏不論係當年啦，定係而家都炙手可熱嘅明星藝人啦，張曼玉、梁朝偉、林青霞、周潤發、王祖賢、勵志，而且有唔少都係阿 Ben 哥咧負責髮型設計嘅。老朋友咧估計對 Ben 哥呢個名並唔陌生嘅，冇錯，佢就係嗰間我強烈推薦嘅叉燒飯在本 at Ben 嘅創始人啦。第一次嚟嗰陣咧，喺呢度啱啱開業冇幾耐，我靜雞雞咁嚟嘅，主打一個特輯。而今次嚟咧就好唔一樣啦，其中仲包含咗幾道佢哋最近咧喺度做緊嘅雲南野生菌晚宴嘅主題菜燻魚。上一次咧就俾我留下咗深刻印象嘅一道前菜啦，外殼乾爽鹹甜得當，入邊嘅魚肉咧被燻製至微乾嘅狀態，肉咧都係一束束嘅，但一啖咬落去又可以感受到咧有汁水釋出，真係好神奇啊！不論係調味定係烹調手法咧，我都相當中意，我強烈推薦啦！四喜烤麩。味型咧同上一道好接近嘅，都係鹹甜口，不過咧汁水更多。前2道餸嘅水準咧同我上次特集嗰陣幾乎一致嘅，穩定性幾好嘅，大家咧可以放心衝。棒棒雞呢度咧係我上次特集嗰陣冇食過嘅。不過呢個棒棒雞同川菜入邊嘅樂山棒棒雞並唔一樣，調味上更加接近於二八醬，不過冇咁漏嘅，辣度唔高，取而代之嘅呢係藤椒油嘅酥麻感，雞肉去骨做成一長條狀，先因此取名呢叫做棒棒雞。比起呢個走濃厚路線嘅，我呢更加中意上次特集嗰陣食到嘅低溫慢煮花雕醉雞啊，整體更加清爽，有酒香都有肉香。作為雞皮愛好者，我好中意呢個帶皮嘅部分啦，呢道餸值得我強烈推薦啦！越南風情油泡筍殼魚上台咧就可以聞到魚露嘅氣息噶啦，檸檬葉絲同埋青檸咧注入咗幾分清新，油泡嘅水平幾唔錯噶，外殼微焦微脆，得益於筍殼魚緊緻嘅肉質咧，就算直接用殼分食啊，都唔會散到碎收收咁樣，魚肉咧都仲係呈呢個蒜子肉嘅狀態噶。雲南野生菌濃湯浸熟成起片雞，主角們咧開始登場噶啦。呢啖湯入邊咧就包含咗黑虎掌、紅劍手、牛肝菌、雞油菌、羊肚菌等等。風味上咧並冇邊款菌嘅風味咧特別突出噶，因為每一款嘅風味咧單獨嚟睇都幾霸道噶。混合埋一齊之後咧，佔據主導嘅咧係菌類複合嘅鮮味同埋堅果油脂嘅香氣啊。燉湯咧本來嘅鹹度並唔高，適當加啲鹽咧，風味咧就完全唔同晒啦。鮮味同厚度都有住大幅嘅提升。呢個起片雞其實咧並冇好起片嘅，基本咧都係帶肉連皮嘅條狀，可以點呢個另外配嘅藤椒油豉油。杭州東坡肉賣相咧十分誘人啦。透住紅寶石般嘅亮澤啊，改刀十分方正嘅，只有餐飲人先會明白呢個精修程度背後嘅付出同埋犧牲。齋係呢一嚿啊，收落嚟嘅邊角料，估計咧都足夠做1-2碗滷肉飯噶啦。豬皮同脂肪嘅口感邊界咧十分模糊嘅，都係油潤易化嘅，瘦肉部分並唔乾柴，仲有一定嘅肉感。調味上係鹹酸甜三者平衡嘅複合風味，因此咧食起身係甜潤嘅，亦都冇睇上去咁飽膩。呢個時候特別咧想嚟翻啖熱燙嘅米飯啦，我強烈推薦啦！喺澳門廣興龍蝦醬炒豆角之後咧，今晚嘅高潮要嚟啦！低溫慢煮印尼巴東牛肋條。呢個濃稠嘅醬汁睇起身咧就好中東啦，醬汁入邊咧仲保留住一小部分口感爽脆但唔硬牙嘅香料，估計咧除咗香茅、椰漿、椰糖、薑黃、辣椒、丁香、肉桂之外咧，仲有石律啦。食起身咧係鹹甜交織嘅，辛辣但溫潤，有椰奶嘅醇香、香料嘅辛香、牛肉嘅肉香，尤其係呢個低溫慢煮過後嘅牛肋條自帶嘅油脂奶香啊，食起身咧就好有牛味啦，而且口感咧係鬆軟嘅，我特別中意。我更加中意將骨邊肉咧都剔埋出嚟嘅小細節，帶啲筋膜嘅骨邊肉咧有住唔一樣嘅口感，油脂香咧更為突出嘅。齋係呢個汁啊，我就可以撈
一碗飯啦，呢道餸我強烈推薦啦。講咗咁耐嘅米飯，終於咧嚟到主食環節啦，一直忍住咧冇嚟翻碗飯咧，就係為咗呢一啖啊！雲南野生菌黑虎掌燴意大利米麵。米麵咧應該算係我最中意嘅意大利麵形態啦，唔單止因為咧佢嘅形狀無限接近於米飯，更加因為佢嘅口感係多變嘅，可軟可硬，同各種唔同嘅醬汁咧都有住唔錯嘅容錯率㗎。呢個入邊咧唔單止有黑虎掌，仲有住呢一種以小為貴嘅羊肚菌，食起身咧更加脆嫩嘅。黑虎掌嘅堅果香氣咧，同奶油啊芝士咧有住唔錯嘅共鳴㗎，同米麵結合之後咧，我食出咗一種 risotto 嘅既視感啊，乳化程度好鬼正啊，醬汁同米麵咧相互交融，亮澤度、順滑度同風味咧都做得幾唔錯，我強烈推薦啦！呢餐5個人，但係唔使我埋單。有一句講一句，今次嚟嘅體驗咧，同上次特集咧都幾唔一樣㗎。我仲感受到咗呢間餐廳嘅多樣性啦。今次之所以咧會搞雲南野生菌，完全係因為蔣大師同佢太太啊，最近咧去一次雲南，唔單止咧影咗唔少靚相，仲喺原產地咧感受到咗食材嘅衝擊，先有咗咁樣一個主題。呢種隨心隨性嘅做派咧，真係好鬼藝術家。目前咧呢個晚宴淨係喺每週6晚供應嘅啫，3.8一位，菜式咧不定期迭代㗎。如果喺現場捉到蔣大師咧，可以同佢傾翻幾句偈，尤其咧係攝影方面嘅話題，感覺就算唔食啊，都已經值回票價。畢竟咧佢開班授徒嘅學費啊，都係5位數起步㗎。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啊！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人生積極，好嗎？